大家好，我諗呢條10大影片應該冇人做過。我花咗好多時間嚟做資料同研究，睇下邊10位跳得最狠，仲可以保持聲音控制。Jihyo 聲線類型權型舞蹈強度4星半，延長聲音控制4星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Stamina 舞台越後面，呼吸越穩，聲音都仲保持完整。太陽聲線類型權型舞蹈強度4星半，延長聲音控制5星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Groove 律動感極強，節奏同聲音完全同步。中國聲音類型權型舞蹈強度4.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4星半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Endure 完全高強度，唱跳一直保持穩定。金俊秀聲音類型權型舞蹈強度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5星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Lock 高強度跳舞，高密度壓縮，完全冇散。素姬聲線類型權型舞蹈強度4星半，延長聲音控制4星半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Precision 每一下動作都仲有足夠氣息，所以唱跳一直保持完整。佳聲線類型刀型舞蹈強度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3星半，唱跳控制4星半，特點 Balance 動作再大，氣息都唔會再斷，所以聲音一直保持流動。Taemin 聲線類型刀型舞蹈強度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4星半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 Body Control 聲音控制越精準，呼吸越唔會亂，所以聲音一直保持穩定。윤허聲線類型風型舞蹈強度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4星，唱跳控制4星半，特點呼吸引擎，動作越大，呼吸越穩，唱跳一直保持控制。Hyolyn 聲線類型權型舞蹈強度5星，延長聲音控制5星，唱跳控制5星，特點爆發力極強，跳舞同時聲音依然仲有衝擊。Key 聲線類型刀型舞蹈強度4星半，延長聲音控制3星半，唱跳控制4星半，特點 Precision 每一次換氣都配合舞步，所以越跳聲音都唔亂。